立法院去年底通过就业服务法第46条修正案，被开放80岁以上时代，也是70岁到79岁感情2期以上的，唔免巴士量表评估，就填好请外籍看护。劳动部表示，上近7月底施行，拍算到时阵会分流，互同情个案大成来整。不过，民间团体是认为讲，若准分流，颠倒会互想要申请看护的家庭，伤空伤帮去摕到这同情的证明，到时阵受责罚又原是一寡时大。台湾当照的需求是愈来愈多，立法院伫咧去年3读通过就业服务法草案，其中第46条修正案，若是要请外籍家庭看护工，开放80岁以上的时代，也是70岁至79岁感情2期以上者，唔免医疗机构巴士量表评估就通请。18劳动部表示，拍算上紧是7月底实行，未来规划同情和一般案件分流，拍算互同情的个案优先。这个配套所需要的流程、系统、人力，也包括法制作业，目前也在筹备之中。那这个我们现在还是预定在7月底前，希望能够把相关的配套做到一个段落。不过，民间团体认为无需要去同情分流，因认为安尼颠倒会互想要申请看护的家庭，愈会上空旁去摕到同情的证明，时间忝的又是时短。民团嘛烦恼外籍看护甲同情当作跳板，时间搁找理由专去照顾亲情。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移工的这个照护履历，他当然可以转换雇主，可是你要如实的载明。他今天转换雇主的原因是什么？另外，有劳团是认为，无应该把请看护的责任拢放互家庭，若无劳资冲突，定会伫家户内底互人暗藏起来，亲像限制看护自由，也是将监视器侵犯隐私等等。劳团认为，应当由长照机构去请外籍看护来进行训练，再派到家户做工课，安尼嘛有人通轮替，管理爱透明，才通避免长照逼局。有一个机构咧做雇主，然后。这劳工若发生什么代志，真急会当通知这个机构的，这是督导嘛好啊，还是什么协助人员嘛好，所以这个部分会当就去较好势处理。劳团表示，台湾的长照需求会愈来愈重，外籍看护嘛需要伫咧健康的劳动环境当中，才通互受照顾的时段得到较好的照护品质。劳团呼吁劳动部伫咧规划配套的时，就要重视这点。记者卢尚珠、郑春友台北报道。